有说名字，哈利路亚，阿门。我在为你们好我们马上看一下上帝的话，我发现有说的恩典为了到你们那里。今天就是那个第15个教导，我来给你们解释，在这个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那个权利和能力能打败要说，那你们听见了这个教导，这个就是真正的要说。为什么？因为我来给你们解释他的权利和他的能量。在以前的时代刚过了，我们目前的都还没看过了，那我们就行的。那别忘了，那个上文这是真的，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权利会把人不再犯罪呀，把人的罪除掉。你们知道了，又敬拜了好几个上帝呢，但是这种那个你们那里必须做坏事，有可能有人试一试做的好事，暂时没办法。那在耶稣这里，他有权利会把你拿掉你的罪恶，脱掉你的罪恶，然后你不再犯罪。这个是真正的权利和那个能量。他们做那个圣经那里，他们做那个基金那里不会做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是真话，这个是真的。那按照上文字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从那个地步那里，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谁把创造全世界。那个后来我们要看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最低的，就是那个脱尽那个最强的事儿。这个在这个全世界上没有这个，除了有说以外，就是他的大师要说把拆打来。我们来看一下谁创造全世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文字，我们一块儿看那个圣经呢。创世纪第1章第1节，奉有说明，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第一个。亚法神创造天地。第3节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了是好的，就把光分开了。5节呢，神真光为周，真为夜，有往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他在这里就是那个创造那个天地和光，因为他是光的那个主啊，那很清楚的。他有权利，因为他是创造者。除了他以外没有神呢，跟说过了，他是创造者。如果有神跟说这个，就这个正常的神呢会找他。我们再念一遍，刚才那个看的不太好。创世纪第1章27节，他在这里就是那个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那也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他创造你，你没有自动那个创造的。我们看，其他的那个，上文者，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创造，天上的天那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以赛亚书45章18节，第45章18节，创造诸天的亚娃，制造真正的大地神。他创造简单大地，并非是的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今说我是亚娃，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那在这里他的那个权利和他的那个能量，就是那个把创造的天地，而且那个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东西都，那在这里。就有个证明他是创造者，把创造之后就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从那个埃及国家那里，然后把那个大红海干掉了，因为以色列人呢就走了在更大地，他们那个。糟了的时候就在干的地，我们慢慢来，然后我们能看得到出埃及记第14章，那个在哪了？从那个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神怎么装？不好意思，那个神怎么把放开那个红大海？那个我们来看这个今天，这个也是他的权利和他的那个能量。12节。出埃及记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亚娃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救恩，因为你们行吗？”我再念一遍吧。摩西对百姓说：“因为人说了，埃及人在我们后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亚娃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亚娃比你们真正。”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因为他们一领出来那个埃及那里就埃及人找他们呢，以色列人说了法老在我们后面要杀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什么攻击，你们不用惧怕，那个亚娃就是会把他们那个。灭绝了，这个就是摩西对百姓说：“你先跟那个以色列人再过去，
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就手向海伸张，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呢，这辆马兵上的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这辆马兵上的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亚法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那云柱和那个使者都一块走了，这个就是证明有这个真正的那个上帝。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银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也两相不得相近。第21节，摩西向海伸张，亚法便用大东方使海水也退去，水边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就这样，亚法的那个权力和他的能量，他用那个风，他是那个风的和天地的和那个太阳的那个主，包括所有的东西，天上的和那个地上的都是他的。以色列人下，中造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就这样的情况，那个海中，那个大海被分开了，谁会信这个？你可以这样的说了，但是别那样做，因为不信，因为拔除掉你的罪，有没有会做这个？因为把那个分开打好的，这个真很厉害呀！这个是我们亚法的神的那个权利。我给你看一下能看见的东西，还有最低的就是那个拔除掉你的罪，除了他以外没有什么权利和能量把拿掉你的罪，除了一位那个大的对独生的儿子。第二个呢，我强调话他的权利和他的能量，而且要说是他的那个儿子，亲爱的儿子，我教过你们的亚胡说，我来跟你们说亚法，因为做这些工作多就是亚胡说，因为他是执行者，他安排人摘来。下一次我会给你们那个解释，有可能也是今天，但是先听好。也是以色列人的，他们到达以色列的时候，就有什么情况了？这个真正的上帝告诉他们，如果说你们违背我的话，就利未记26章，利未记从那个14节开始，26章14节。26章，这个是他的话，他把引用了他的话，后来他再吩咐他们，你们先做这个，然后他把吩咐了那个全世界，哪一种那个上帝会做这个？我就是跟你们说这，你有敬拜到你们的神那里，你跟随你们的神那里吗？除了这个真正的上帝以为没有，这个就是那个上帝把在摩西来，我
我引荐你们呢，谁信摩西，谁信奉摩西哪种那个教会，信奉摩西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先听摩西的话，先听大家摩西怎么说了，一定要信先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摩西的话，申命记第18章10节到19节，因为我们来等哪个是正当的那个上帝，就是摩西的上帝，因为摩西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塞弗多拉，这个圣经呢也是塞弗多拉的，但是把这个翻译了。第18章15节，要把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在这里说了，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他们在这里就在旷野上那里，就他们中间里不是在非洲、法国、英国，这个就是他们中间里，在那个西奈伊山那里，先知带他们过去，就是那个先知那个带他们，你们要听从先知，那先知负责把他们带他们从那个西奈以上直到那个迦南那里，因为要带过去以色列不是那个别人在其他国家那里，因为那个旷野马语的话，怎么说？就在他们在那个矿上那里，必须在他们中间互相听那上帝的先知，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带以色列人知道迦南那里，这个就是上帝的那个方案，就是那个那个先知，就是那个摩西的弟兄是就雅各伯的那个时代是大的拿弗他利犹大，他们很多亚伯兰的时代，他们有12派，12个，我们看一下在那个启示录那里，亚伯兰的时代就是在他们中间里，就这些。我不是法国人或者英国人或者哥莫洛人，我不知道你说是哪个，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假如说你们看一下这个神的那个权利，那摩西说了，就是那个弟兄中间神把起来那个先知，因为他负责带他们从那个旷野那里直到那个迦南那里。如果说是那个其他的那个先知有以色列人不会听你讲，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是西奈伊山，这个是以色列，他们都在旷野上那里，他们要去在这个远的地方，就是这个离这个旷野太远，谁把他们那个带他们过去到那个迦南
以前是迦南，现在是以色列。谁要把他们在他们过去必须先知就在他们中间，这个黄色的是他们的那个先知，带他们往过去那里，这个是亚法父亲呢，这个是亚法，他安排他们，你弟兄带你直到迦南那里，在以色列人中间有限制。如果在别的地方那里，不行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旷野，他们那个有领出来那个出埃及，自己那里没有中国人、美国人、中国人、非洲人、英国人，没有，在这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说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必须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书，就是那个启示录第7章，我们看一下，他的先知，不是那个他的那个兄弟。4号第7章4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少赢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流便、迦得、亚瑟、拿弗他利、玛拿西、西缅、利未、以撒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就这些的支派，按照那个圣文字，就这些是那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按照上帝的道，那上帝的道一直说，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那个他们互相谈，在他们中间里都是以色列人，把起来先知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他们那个先知以色列的先知要听从他，因为犹太的上文就说了，你们那里都信奉摩西说过了，这个公羊前1500年，他说过了，在塞菲尔多拉必须听从以色列的限制。我们说话回来，在那个申命记18章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18，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转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转给他们。19节，谁不听他奉我们所说的话，那这些那个先知直接跟以色列人说，那很清楚了，那个这些先知的就直接跟以色列人说，他们还在旷野上那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不是英国的，不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先知，但是以色列的先知，不然他把他们那个审判，如果说有人信摩西的那个话，听从跟随他的话，因为上帝把在摩西来的，
18节呢，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被摘来的，他又将我一切所吩咐你们那里先要看他的那个权利写下的那个上帝亚巴后要说，必须听从以色列的先知，除了他们以为没有。如果说你要跟修正这样的上帝，必须听从那个以色列的先知，你不听摩西的话，就先不听他讲。但是权力和能量在那里，就是在亚巴，谁跟谁的多，他们的罪被拿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6章14节，知道那个利未记，如果说你们那个不听我，你们若不听从我忠心的我的诫命呢，扬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忠心我一切的那个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蒙当惊慌，叫仰慕干瘪，精神下好的老病人，并下至你们也要白白地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亮，你们就要摆在仇敌面前。18节呢，你们因这些事我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罪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服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那我们看一下那个25节，我们在这里，我又要使刀剑领导你们，报复你们被遇的仇，究竟你们在各城内将为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那有仇敌人攻击他们，按照那个上文字，我们看那个下一次这个就到那里会知道那里。32节，我要使地震为慌张，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在意。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把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唐，你们的正义要变为荒凉。那这个是上帝的话，他把拿的刀拿出来，这个在以色列那里有没有应验了？我们先看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先知，摩西说过了，先知有没有中间了？那个先知说这些就是那个以赛亚和那个耶利米，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耶利米书25章从第1节开始，犹大王与西亚的儿子与杨陵第4年，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娘亚法龙犹大众民的话领导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的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亚法的话领导我，我也对他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亚法也从早起来，这些那个先知，他们那个把柴，亚法也从早起来，在将他的仆人中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也没有这二定，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诅咒亚瓦故事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释放敬拜。以你们所做的任务方面，这样我就不羁押还愿必须听以色列的那个限制，就是在这里来当他们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限制，他们到了那个迦南那里，就是公羊将1500年，他们那个带路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限制，不是别人呢，不是别的那个限制，就是以色列人呢。耶利米是以色列的限制吗？不是英国的限制，不是美国的，就是以色列的。耶利米有待于耶利米，让人们没有听从我经一手所做的热妇女陷害自己的，这是亚法说的。说王中之亚法如其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所以第8节，所以王中之亚法如其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被召北方的种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知晓，并且有就荒凉。这是亚娃说的。那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又进去了那个以色列那里，人多读书的都知道了这个故事到希特勒那里，他杀掉了600个以色列人呢。下一次课的以色列人会通过会出事了，他们被开除掉了，然后找掉了在好几个国家多，就他们他说利未记26章，利未记26章的那个在哪了？我们说话回来在利未记26章33，我要把你们散在联邦中，我也要把刀追赶你们。神把他们散在联邦，到了俄罗斯、德国、英国，也到了那个美国那里，就在这个就是这个故事是真的。如果你读书过了，就你知道了这个故事，这个有存在过了，真的。你就是以色列的故事有了，当以色列人知道了，但是这个神也有说了，这个是他的权利和他的那个能量。你们看过了，以色列人呢，都被散在列邦中，上文字也决定了把他们回去他们那个自己的国家。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10节，耶利米书第31章10节。稍等一下。耶利米书第31章就是这个，然后10节，列国要听亚法的话。他说了，我把他们那个转养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
兆巨大，油缸烧大，好像牧人刚烧，羊群，神安排列国，然后药缸烧大，好像牧人刚烧羊群，这种那个故事有存在过了，这个是这神的那个权利，全世界多后听他讲，这个就是在这里的那个在耶和华里面的那个权利不是那个神迹，他就安排那个全世界听他讲，这个其余的没用，魔鬼会做这个，以上也会做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种呢，把分开大海，把他们那个回家了，因为他们就是从那个公元前720年，他们被开除了，直到那个1822年，然后有那个国际联盟叫 SDN，帮他们回家。第一个负责人就是那个法国人、英国人和那个法国人，然后其他国家也是，然后送他们过去，在他们以色列那里坐飞机回家，坐船回家，他们犹太人呢，那神的话应验了，成全了。如果说他们那个1822年，他们再拿回去了，姑娘1700年，那差不多2500年多，他们被开除了。那2500年之后才可以回去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国家那里，那个国家应该已经被灭绝了。2500年不在你当地的国家，那个国家应该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就是证明这个神的那个权利，他说定了，他们那个以色列人没有变成那个没有成为粉碎的，这个就是上帝的那个权利。2500年之内，他们的国家没有灭绝了，在那个总统大卫本国用14号5月份那按照那个上文字，没有人会提出亚法的那个话，你们要刚烧它，就有刚烧了，过半三个月有那个消息，今天是是25号4月份，伊朗刚刚攻击以色列，我们刚过了国际的那个，你们必须刚烧它。我们在耶利米书，你们要听这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呢，包括其他国家多嘛，德国，他们都起来了，为了干烧以色列。如果要听亚法的话，中央在扬州的海岛说，干上以色列的比较巨大，有干烧大，好像没人干烧羊群。那伊朗就是那个巴达那个爆炸，就300个爆炸的东西，所有的国家都把他们都一块刚烧的，按照那个消息，
那个爆炸的东西有那个99%多没有爆炸了。你们先认真考虑这个，99%那个爆炸的东西没有爆炸了，就是他们就是那个营养了，他们就是那个把他们那个生的花营养了，我们都看见了吗？我没有随便说，全世界看少的，那个导弹的那个99%没有轰炸了。他们以色列人说了，我们还因为没有水到了他们的那个国家那里，就是美国、法国、英国多一块进去帮忙，为了不让那个导弹爆炸了。美国、中东、英国、德国的多不知道这个。那个包括英国的那个总理也不知道了这个上蚊子，但是这个是上帝的蚊子，他们把营养了，把成全了那个圣大道，这个是我的父亲，这个就是我说的大师下的给你转给亚法和亚乌说摘我来，亚法是我的父亲，亚乌说是我的大哥。大的跟随者都是大的那个金钉钉，那我来讲到他，然后教训你们他的权利和他的能量。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按照亚法的，那我说话回来按照那个上文字，这些东西多就是亚乌说做过了，亚乌说就把这个执行呢，把那个花应验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它里面。我们看一下要说的话，现在有什么谁做过这些？先听我们来看要说一下吧。我们先念法语圣经的咯，然后把那个翻译。以弗所书第2章10节，以弗所书第2章10节，稍等一下吧，我们一个一个来吧。所有的东西都被装造了在摇书里面。格里所书第一章16节，第一章16节，我们念这个奉摇说的名字，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看见的，或是有为的、主旨执政的、掌权的，一个都是借他造的，有是为他造的。在这里很清楚了吗？那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全世界上，不管是什么，就是在它里面被创造了，在耶稣里面把这些创造的。
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的都在大里面被创造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其他的，我们看其他的，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哥林多书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6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呢，就是父，万物都被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和华说，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创造所有的东西都就是那个在亚法那里开始了，然后通过那个要说这里就是他是执行者，那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地球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就是要说把那个执行了他，然后他自己安排里面的呢。因说所有的都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如果有说不在那全世界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第1章3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的，是借着他造的，因为要说是他的儿子救他所有的多，如果他不再救，全世界没有。他是执行者，按照亚法的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就是从他那里开始，如果他没有存在的话，就没有创造物的。那所有的东西都放好了，因为要说所有的东西都有存在的，这个就是那亚法的那个安排呀，然后要说来执行。那在这里呢，要说的那个美好事物是什么呢？怎么说了？没有，就是那个全世界会听大家，他们都还没认真考虑这个神的话，已经走了美国、德国、英国都不知道了，他们都就是那个把成全了神的话，就是他安排的。我来给你们当上文字，我附亚法的那个道成全了，比他除了他以外没有很厉害呀，没有什么权力和能量，全世界都听大家，他安排的时候，他吩咐的时候，就全世界听从他。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雅各伯的那个和以撒的那个神呢，他做什么好米事物，他把他的那个独生儿子，所有的人跟随他都不再犯罪。这个就是要说，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话，什么样的权利才能不再犯罪？因为这个在你们那里不会存在。因为这个亚法父亲呢，那很清楚他会弄坏到全世界。亚法差他儿子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亚和说里面，然后通过他弟弟就是下掉，因为日期近了，这个话来到你的家，因为日期近了。约翰第8章14节，这个是神的儿子的话。有说我虽然不好意思，
第8章11节，约翰第8章11节，他说主啊没有，要说我也不当你的罪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按一下，然后给你们看，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话，为了你们在这里那里，就是这个，你们都看见了吗？你们先念一下，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用那个红色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是这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你们都知道了，这个不可能的，可是这个是可能的，因为他是那个权力和能力都是在他那里，在你们那里没办法，因为你们在魔鬼的那个权力下。我强调话在也是约翰第5章先起来那个别的神或者这个先告诉我他的名字，你们都一块儿说这个不可能，就是这样，这个是小家的上帝。如果说在马达加斯加这里2000个多人不会再犯罪了，为了亚娃的那个权利和能力和要说也，如果因为他把除掉那罪恶，谁是那个罪的主？因为他们被那个除掉那个他们的罪啊，那个让他们罪恶输了，因为他从那个接着他开始了，跟随他也是罪人了，因为人不再犯罪了，魔鬼输了。在你们那里都是魔鬼的权利，那你们那里都继续犯罪。要我说来的时候，就下底下传给你，天上的主和那个天地的主来了，那在这里都没有反对，因为天上的天天上的那个天地的主又来了，这个是他的那个教导，就是他亚胡说来了，和他和那个敬爱的父亚耶娃，荣耀归给你们俩。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14节。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更把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词语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另一个三文字。我们再念一遍这个为了你会记住好了，要说强调话了，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记下第2个句子，因为有一个人有病了，我们用那个紫色的，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我们用那个更把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刚刚那个念了，不要再犯罪了。按照要说的话，如果还你继续那个犯罪那你准备好更加厉害。你看你的路那里是不是更加的厉害吗？救人都是属魔鬼的。我们看一下，因为你白事犯了就魔鬼输了，没有回应他没有不上诉他，主的以为要活输他那个变成神的敌人呢，就大杀人了。那魔鬼一直让你们犯罪，
你们都在那里，就在那个魔鬼权力的下，因为罪被拿掉了，因为那个有权力的好能量的又来了，他名称叫耶和华和亚娃，他们俩差亚家来为了救你，不用惧怕。那个长救者来了，你们先进去，你们在外国那里先进来回来，说到这个后面，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我们念这个奉耶和华名字。就这个分就的是属魔怪，因为魔怪从起初就分就了，神的儿子显出来，我要诛灭魔鬼的罪孽。这个是写的上帝的孩子那个要说的弟弟要把诛灭魔鬼，因为魔鬼做什么？因为他让你一直犯罪，犯罪的时候是属魔鬼，那你们都是魔鬼的那个孩子，有什么原因呢？你们一直犯罪，因为你们的那个亚当和夏娃应该是阿姆和伊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两夫妻就他们跟神呢又离开了，所以让他们那个犯罪就是魔鬼，他们离开的时候就魔鬼又来了，就你们看你们那里那耶和华来了为救你们的灵魂，要救你们的灵魂呢，他来的时候就要救你们的灵魂。下一个的教导就是那个他真正的拯救什么东西，是你们的肉还是什么？这个就是下一课的我们看这个下一次吧，这个是下一次课的。那在这里呢，那魔鬼杀人呢，救人都没办法了。你看你的，你看我听我一直犯罪，但是你开始听这个角度我是好像保护在犯罪，这个是真的。你跟随这个正常的神呢，那你会跟别人说别再犯罪，先跟随那个正常的神呢。但是谁？就是亚胡说这个是真正的上帝，他的名字是耶和华。那现在我叫你们找他过来找耶和华，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这好美的事物都是他的，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把那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诛灭魔鬼的罪为除了一位有说没有说什么权利他的弟弟姐弟已经来了，因为我转给你要说为了救人多，在这个地球上就是父亚娃和有说把你们创造了，亚来了为救你，为把你领出了在魔鬼那里要救赎你，为了正为不再犯罪呀，权利来了，在你要把你拿掉在魔鬼手上，谁人会跟魔鬼攻击？这个不可能证明呢，你一直犯罪，这个就是大危险的，因为魔鬼压你，人一定说要说会把拿掉罪恶，就魔鬼生气了，那下家就路程的原因呢，就是为了救你，因为魔鬼怕拦住你的路，因为他被灭绝了，你不再犯罪呀，因为你正为不再犯罪呀，那魔鬼被灭绝了，魔鬼没有在你那里，因为都是那个所有的苦难都是从魔鬼那里说来的时候，就些家带来，就人多
没有打败亚胡说的。我来的时候做他的工作，我代表他美好的事物，亚迪亚那个把魔鬼绝了，那个魔鬼的那个权利就被灭绝了。亚迪亚来了，人拿着，因为这个是他的好命，因为亚迪亚来的时候就要追灭魔鬼。亚迪亚的原因的路程就是那个要追灭他们，要说也把他们那个被灭绝在他的十字架上，然后不会再犯罪呀。那个东西呀，这个全世界的就被诛灭了，要说把那个诛灭掉了。谢迪亚也有来了，就人都不再犯罪，因为要说在他来，那所有的权利呀，这个全世界被诛灭了，撒旦被诛灭了。那现在你想找过来要说通过亚迪亚，因为亚迪亚代表他，因为就是要说的大使亚迪亚，就到这里了，没有什么那个权利会攻击他。他的魔鬼的国配拆坏了，你就领出来了。你今天把那个拆掉魔鬼的国，你先出去，先找要说，时间到了，为那个吹灭那个魔鬼，因为罪恶攻击人呢。那魔鬼怎么做？让你做那个魔法。让你做那个这个那个让你做那个偶像的知道那个杀人呢那个会做那个公务，就是那个做人公务，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做那个魔法都是魔鬼的，都是那个魔术的，这个没有黑的或者白的那个魔法。这个是还拜那个魔法师，哪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罪就是罪，也没有他没有小的。那我之前意见你别管这个，因为那没有要说因为他做那个穿越了人呢，怕水那个真伪红酒那个他怕那个海参那个鱼变成面包在山上那里3000多个人都吃饱了，他们那里说了大师无是没有，从来没有这个，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所有的多还没有，他就是做那个，按照他的权利，魔鬼做这个卡巴拉，他们说什么做那个坏的东西，有的人也做这个那个，因为他们不听从那个神呢，背叛神呢，就做这个坏的东西。如果来说要说他做这个，他可以做这个，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一说的话就这样子嘛，因为他是创造者。要说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他不要找那个外面那个权利。但是那个人做卡巴拉，他们说实话没有权利那。必须找那个外面的权利，那个就是从那个魔鬼的那里拿过来了，然后他们做那个魔法，那个上人这经的这个，那个做那个，你们就跟那个上面那个外星人联系，那些人做这些就不是上帝的。因为要说的就是他有他的权利，
举个例子，一些地啊有那个有刷的权利，不要去别的地方拿过来那个权利，为什么他拿了那个力度？他就这样的，他喜欢这样的做的嘛？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个人呢去那里，让他去这里，因为他要查一下他信不信呢？那个人会说，为什么你不是立刻把我痊愈了？他跟他说，你先去水里面，他检查一下你信不信，他会做，把你立刻痊愈了。有说啊，那个把你痊愈的时候，他就没有牛皮了。那有这个坏图片，因为他们找个他就是那个为了那个痊愈了，他不喜欢。有人后来找他需要痊愈了，就他不喜欢他们不到底应该找那个长旧的，他有那个权利呀。但是那些人就是魔鬼有，他们就是必须找，他们就是那个用这个痊愈的，为了牛逼，因为他们跟魔鬼联系，你跟耶稣联系的话，就别说。怕痊愈的人的时候就别说，因为他不喜欢这样的做的。那他说了不要别说，就是到底是意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行，我们看一下那个是在哪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19章，利未记19章26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那个法术，也不可光照，这个是律法。没有这个，你一直在你路上那里眨之前就光照。谁不知道了？那个月亮出来了就说那个月亮放小的就人多能看得见，包括那个小孩。那个月亮黑了，月亮亮了，这个是正常的。它黑的就黑的，这个不管那个光照要教训。人多，因为有说没有做过这个，他没有光照过，没有用法术过了。我们看一下那个，上帝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那个话，这个就是那个光照事儿。我们来念一下上帝的话。我们来年有那个，我们先有那个法语上经的这个是历代之下第33章6节，并在新郎子故事他的耳怒惊火，而让把有光照用法术那个，并在新郎子故事，马语的话就是那个
用光照，用法术行邪术，离教鬼的核心无数的多行亚法的眼中看了为恶的事，日动大的怒气。用法术的嘛，在这里面有黑的没有白的那个法术，行邪术，离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又在神殿那里多行亚法眼中看为恶的事，日动大的怒气。那这个是魔术的，就是那个法术的，没有上帝让你做这个，这个是真正的。那我讲点话，你们要注意好。怎么做，怎么做，我不可以攻击神呢？以赛亚书第2章第6节。亚娃，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光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结账。神不喜欢这个光照，这个光照，这个魔法没有黑的，没有白的，你应该不做过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20节，加拉太书，我来念一下。加拉太书第5章20节，拜偶像邪术招恨正经记恨，拜偶像的邪术招恨正经记恨老女结党纷争异端。没有说过了，这个是黑的或者那个白的那个魔法。亚胡说的就是他的权利，他是创造者，因为他是创造者，他说什么都他会做，会创造啊，没有跟那个别的东西联系，所有的权利都在他那里。但是那些人做卡巴拉魔法，他们跟那个外星人那个联系，就是魔鬼撒旦，就是他危险的。那有的人也做这个。有的人做这个，你们先认真考虑你们要注意好，因为谢家教训你们呢，在我们要说这里的话，就不要跟那个联系。但是我那个权力的主就是那个创造者，他名字就是要说，就是亚法的儿子，所有的东西多就被创造了，通过他。那所有的权利多在他里面，那创造者的那个权利不需要别的东西，他随便创造，他随便做，这个不可以翻译这个，因为这个是他的权利，他的和那个他的那个附近那些人做那个光照法术的，这个是有挣扎的，要说就是那个谁的转给你们呢。我们来看写福亚法，你们先找要说他是真正的那个拯救者，所有的那个权利和能力都是他的，荣耀归于亚法夫和那个要说。我们来9个祈祷，非常感谢你福亚法，为了你的话，非常感谢为了你的恩典呢，我们听到了你的话，请答复我的话，时间到了。
为了让人多在这个地球上，那天上的权利就是从你那里负压吧，因为你创造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做过了，你先跟他们接受了，所有的权利和能力都是你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你创造过了，你是主。所有的都是你的，包括那个能量、能力，除了你以为没有，没有那个，你把那个催眠啊，把那个在存在啊，就真正的负压法，亲爱的亚法，亚迪亚荣耀你，你和我说，请祝福这些话，为了带来人的那个拯救的。请答复我的话，祝福你的话，那些人跟着你就幸福了，听到的人多幸福了，看到的人多幸福了，就是看到你的美好事，把他们那个脑子开开，为了能听懂，先给他们看你爱他们，就是你用爱，非常感谢你父亚吧，非常感谢为了你的道，为了下一次的。道也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名字，哈利路亚，阿门。就这样，下一次见耶稣保佑你们再见。